大家好，我係阿 Kim，一個移民嚟台灣差唔多4年嘅香港人。呢個頻道會不定時咁更新，請訂閱、按讚、分享同埋留言，多謝。我睇新聞，近幾年兩岸嘅滲透同埋反滲透認知作戰真係非常之精彩。可能阿習主席真係好想喺佢第3任總書記任期完結之前，即係2027年之前收拾台灣，完成佢所謂嘅中國夢。最近就有幾單關於統戰嘅爭議。首先就係國民黨立法委員傅崑萁冇得到中央政府嘅授權，就去咗香港同多名嘅官員傾合作，仲公然咁講話自己係代表台灣中央政府。咁樣同對岸傾觀光旅遊合作嘅話，同詐騙有咩分別呢？真係離晒譜喎。傅崑萁又因為呢一件事俾人翻舊賬，話佢上年4月去咗中國會見中共政協主席王滬寧，疑似係接受王滬寧嘅指示喺台灣做統戰工作。你睇下佢笑得幾開心。第二單係馬英九嗰個基金會，上年11月邀請咗中國幾間大學幾十名嘅師生，包括乒乓波球手馬龍、楊善呢啲人，喺佢哋進行為期9日學術交流嗰陣時，有中國學生祝賀中國台北隊喺12強棒球賽嗰度攞咗冠軍，引發咗爭議。政府就話要禁止嗰啲學生再嚟台灣。馬英九佢冇維護國家主權尊嚴不特止，仲叫賴清德唔好同啲年青人計較喎。第三單係中國外長王毅發表咗台灣唯一嘅稱謂就係中國台灣省嘅言論。咁某啲台灣嘅藝人就一如以往啦，立即飛撲出嚟轉發表忠。呢種玩法之前都玩過幾次㗎，我都有拍片去討論。但因為佢哋都係台灣人，有台灣身份證，本國人受言論自由嘅保障，台灣政府都唔可以對佢哋有啲咩實際嘅處罰。但係呢個陸配雅雅在台灣就唔同啦，佢嫁咗俾個台灣人，攞住依親居留證喺台灣居留，但係就不斷咁拍片宣揚兩岸統一，台灣係中國不可分割嘅一部分，收復台灣呢啲統戰言論。佢喺對岸嘅社交媒體 TikTok 同埋 Bilibili 都有好多粉絲，有成40幾萬嘅訂閱人數。但係奇怪嘅係佢嘅 YouTube 頻道淨係得200幾訂閱啫。唔知道係咪之前佢嘅頻道俾人封咗，再重新開過啊？定點呢？唔好理呢樣嘢先，我哋先睇下佢啲影片內容大致上都係講啲咩嘢先。大家好，我是雅雅。在2007年之前呢，不管是汽車還是摩托車，車牌上都明確地印着台灣省3個大字。台灣都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們是一家人，永遠不可能分開。呢條片就借住講機車嗰啲車牌，話台灣係中國不可分割嘅一部分，仲話我哋係一家人，笑死啊！邊個係你一家人啊？第二條片就吹噓中國無人機遙遙領先。汪汪要從老美那採購1000架攻擊型無人機，這真的不是官方面前耍大刀嗎？要說在無人機領域啊，咱媽敢稱第二，怕是沒有人敢稱第一了吧？你想象一下，9天無人機帶着數百架的小無人機，不分晝夜飛好幾天的巡邏找人，一旦攝像頭識別，立馬鎖定打擊，這簡直就是一個油彈的死神嘛！你說這怎麼可能打得過？要我說呀，還是早早的回到咱媽的懷抱吧。仲話移動嘅死神咁誇張，話台灣抵禦唔到噶啦，快啲投降啦咁講。真係咁勁嘅話，晨早就俾咗呢啲無人機佢契哥普京打爆烏克蘭啦。而且呢啲軍事用嘅無人機要搭載嗰啲先進 AI 晶片同埋低軌衛星先至可以準確定位嘅。中國哪有晶片？第3條片係鬧閩南郎嘅。就是這人的道德品質能壞到這種程度啊！真
的重新让我认知了一下人性的一个底线。因为我认为爱国它是每一个中国人应尽的本分，也是流传在我们血脉中的基因。这个闽南男他突然在油管发布的所谓的统战纪录片，大肆的抹黑大陆和两岸交流的活动，无非就是想给绿地的投名状嘛。真的，总之呢，多行不义必自毙。我相信他这一个人的行为终将会得到严惩。他想利用这个机会去破坏两岸人民的感情，破坏两岸青年的良好交流。而且绿娃本身就总是在不断的设法从两岸交流的过程中去找攻击点，他们的目的就是想让两岸斷絕所有的交流，統一是大勢所趨，當前的交流多一點或者是少一點都不會動搖大局。閩南郎陳柏元之前棄暗投明，同網紅八囧拍咗2集紀錄片，揭露咗好多中共點樣統戰啲網紅嘅手法。也就痛罵佢係背叛者。最近也終於都俾民眾舉報佢啲片內容有問題，移民署就請咗佢去傾偈。呢個也仲好天真咁以為只係簡單咁傾下偈，了解下情況啫。但係根據移民署嘅調查，原名劉振亞嘅也長期拍攝大陸將武統台灣，台灣必須回歸祖國嘅統戰影片，懷疑佢背後有對岸嘅統戰團隊做策應同幫助。佢啲影片內容、觀點同用語差唔多同中國武統官宣嘅戰狼口吻一致，散播呢啲發動戰爭武統台灣嘅言論，已經造成咗台灣民眾嘅困擾。我都好困擾啊！佢觸犯咗，好長啊呢個。大陸地區人民在台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第14條第1項第4款規定，移民署就因此廢除咗佢嘅居留許可，擇日遞解出境，5年之內唔可以再申請依親居留。之後也就拍片反擊移民署啦。在他们问我的同时，我就有那么一点疑惑来之前不是说只是了解一下情况嘛，核对一下视频的问题，怎么现在会变成这种盘问？于是我就问工作人员，如果视频内容有问题，为什么会是移民署来调查我？他说因为我们大陆配偶过来都是透过移民署的，然后有人打电话去移民署投诉所以他们才联系我。但是在我流量最鼎盛的时候，我都没有选择变现，而是把账号拿来宣传两岸一家亲，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理想，有什么不可以吗？那台湾所谓的言论自由又是什么？而且我也确實是發自內心的為我祖國強大而感到驕傲。台灣早在1945年就回歸中國了，所以台灣就是中國的，這是事實，也是國際共識。呢個時候佢竟然識講言論自由喎，啲中國人都好奇怪，永遠都係離開咗中國之後先至識得講言論自由，要捍衛言論自由。喺場裏邊就冇所謂，食得飽就得啦。佢3番4次咁話要武統台灣，恐嚇台灣人。呢個係同言論自由無關嘅。要知道兩岸自1949年之後一直都係處於準戰爭嘅狀態，中共一直都話要收返台灣，唔排除使用武力，所以嗰啲言論影響到社會安定，將佢趕返去中國就啱啦。等佢可以再重新咁感受下中國嘅強大同埋溫暖。好啦，今集就先講到呢一度，我哋一齊祝也一路順風，以後都唔好再返嚟台灣啦，拜拜。